各位兄弟平安。今日是大港节期第一个主日，请咱用反省悔改的心，谨慎听候，主耶稣基督再来。都真侪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伊的囝才有的荣耀。对伊的丰富，咱拢领受恩典，恩上加恩。即时，请咱做伙来吟诗赞美上帝。圣诗68首，主耶稣放撒你宝座免流。请兄弟起立来吟全首。
这请坐。即是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是阮疼痛阮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活命是你所创造的。当我阁软弱无完全的时，你就愿意救赎我。透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互阮每一个人都会当得到拯救。互阮伫你满满的祝福中来感谢主你的恩典甲赏赐。无论是伫什么的环境，拢会当谦卑顺从你的旨意。互阮所行所做，袂互你的名受看轻。今日是大降节第一个主日，当咱点到头一支代表毋茫的蜡烛，伊就是代表悔改甲反省的意义，就是要提醒咱拢是罪人，咱原本不配来朝见上帝，需要搁较侪悔改。人为着家己的罪忧伤。痛悔来期待上帝的拯救，就应该来领受上帝赦免的救恩，恳求上帝帮助阮，会当用悔改的心，互阮的性命得到重新改变，来迎接救主圣囝降生伫咱的生命中。感谢主耶稣，使阮有谦卑的心，听候毋茫基督耶稣再来。用顺服来领受真理，互阮活出圣洁、公义，成做祝福人的器皿。因为主，阮知你就是活命的救主。主啊，我嘛要为着台湾这片土地来祈祷。阮知所有地上掌管的，只不过是你暂时的管理者，只有你的话语袂改变。你的应允袂空空，因为天顶地上拢的权柄拢伫你的手中，也知万事拢有你美好的旨意。我嘛要为着教会来祈祷，求主看顾咱每一个服侍的同工，会当来领受对上帝来的信心，帮助阮有属灵的智慧甲教营业的能力。互教会行伫上帝的旨意中。最后，我嘛要为着身体欠安、心神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伸出医治的大权能，互因有信心来倚靠你，互因伫痛苦甲患难中，拢会当靠主来得到快乐。特别伫天气变化的时刻，求主看顾长辈的时代，伫主的内面得到平安。我要将明仔载开始一礼拜的生活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带领看顾。我要将今日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中，恳求圣神帮助我，无论是讲的甲听的，拢会当得到帮助。我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接续请咱做伙来交谈，是你启文，伊就是你信心52首的后面大讲。用虔诚的心点到蜡烛，你真正圣洁，你疼惜人类。你充满怜悯甲疼，对阮疼惜搁关心。草藻虽然卑微，赢过荣华富贵。有人心灵空虚，有人无助徘徊。有人郁卒心碎，有人担重担，身心亚身。有人灰心无悔，有人低头相依。拢因为你的降生。
心听候欢迎。接续请咱做伙来讲授上帝的话，记载伫希伯来书第1章第40到14节。上帝有赐囝比众天使较尊贵的名，互伊诚做比天使较伟大。上帝毋捌对任何一个天使讲：“你是我的囝，我今日生日。”伊嘛毋捌对任何一个天使讲：“我要做伊的爸，伊要做我的囝。”搁上帝差遣伊的大囝入世间的时，伊讲：“上帝所有的天使拢着拜伊。”关系天使，伊讲：“上帝用风做伊的天使，用火焰做伊的车音。”毋过关系囝，伊讲：“上帝啊，你的宝座永永远远存在，你的国的权柄是正直的权柄。你意爱公义，万分不法，所以上帝，你的上帝竞选你，用欢喜的油抹你，超过抹你的重判。”伊阁讲：“主啊，你伫起头家地下地基，天嘛是你亲手创造，天地拢会消失。毋过你永远存在，天地拢会亲像衣服渐渐旧。你会亲像卷外衫，甲伊卷起来；伊会亲像衣服改变，毋过你永远袂改变。你会岁寿无穷尽。”上帝减捌对倒一个天使讲：“你坐我的正边，听候我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的骹下。”天使拢是伫服侍的时，受差派去服务，得要领受拯救的人。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予听伊话的人。即时，咱要邀请圣歌队来赞美，因所要用的诗歌是《耶稣人所羡慕欢喜》。咱请圣歌队。今日是大降节第1个主日，是仰望期待的日子，也是充满希望的日子。圣歌队要用巴哈所写的《耶稣人所羡慕欢喜》，提醒咱要爱谨慎听候基督的过来。
咱感谢信乐队献上遮尔美好的歌声。这时，请本堂的吴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真水啊，主耶稣”。咱请吴牧师。弟兄姊妹平安。今仔日是咱大港节第一个主日，头前咱要看见5期的蜡烛，有紫色、粉红色，也有白色。紫色呢，对伫天然来讲，这是讲到上帝的荣耀甲上帝的尊严。但是伫地面上来讲，紫色那是讲到咱伫地面上咱犯的罪，咱的不配。礼拜到咱的接待式的时阵，8楼来看见真大的一个灯塔伫迄个所在。这灯塔嘛真好啦吼，用紫色的布贯穿伫天灵甲伫地灵这个所在。讲到上帝的荣耀，上帝荣耀中间呢有对天灵所发出的光，但是伫地面上有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只是为着正人的罪，所以伫这个所在，伫天灵荣耀的主降生伫咱的中间，卑微成做人的优秀。今仔日要来讲起咱的主耶稣基督，伊的荣耀，伊的荣耀那是为着咱正人的罪来降临伫地上。所以伫这个所在，当咱要庆祝这个大港节圣诞节，然后这个大港节的时阵，一方面咱要看见主耶稣基督伊原本的荣耀，一方面也要看见咱人的罪，这个部分。所以，咱伫地上的时阵，咱生活伫这个中间，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恶。有时阵，咱无法度看见伫天灵的荣耀，咱只有生存伫这个所在，活伫这个所在，伫这个所在是充满罪甲真侪遮艰苦，所以咱要感觉讲伫地是充满真侪遮的患难的一个时阵。但是今仔日要互咱看见，咱的主耶稣基督伊的水甲伊的荣耀。这个水甲荣耀中间，伫希伯来书特别是讲起伊甲天使的一个比拼。一般的人的概念，一般的人的概念，对天使拢有一个真美好、一个真完美的一个印象。所以天使是一个非常水两个翅膀发光，所以纯洁、美丽真可爱，真有疼心一个形象。如果咱只有咱家己生活一个经验甲需要，咱常常会伫咱的身躯边，将某一种的人加添一个天使的称号，对不对？安尼，我们有马路天使这是咱讲伫道路上这个老大人。是咧保护这个囡仔伊的安全，那我们说的马路天使，就是保护者。我们有守护天使，伫咱身躯边，咱需要真侪人来帮咱有一人出现来帮咱的时阵，你真是我的守护天使，那是要帮咱那种软弱。有时候我们说爱神，然后爱的小天使，伫人的彼此的关系中间。有一个人带来真大的疼心，是不是男女的中间有这种彼此相疼？所以咱讲，这个小天使把箭射进我们个人的心，来讲这是小天使。所以呢，一般伫咱心中呢，天使比主耶稣基督更较受欢迎。伊可能无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伊让接受天使，因为天使伊毋知去。无去了解天使的一个原本的存在，总是伊用天使，还是用伊的概念来描写天使伊的美丽甲伊的水。所以，伫一般人中间，可能天使甲伊的关系会较密切。天使比信耶稣基督还佫较可爱。但是圣经内面讲到天使是啥物人呢？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内面讲到，其实天使伊的源头。伊是上帝所创造一种的灵体，
可能甲咱现在肉身无啥共款。天使嘛有智慧甲理智，天使有位格，伊是一个存在，毋是一个气体，无形的安尼尔。天使是不灭的受造物，因为伊是一个灵体。所以呢，不管这个天使到底有偌水，不管呢咱对天使有偌好一个印象，天使伊的本质嘛是共款受造的物，只不过甲咱受造的形体无啥共款，伊是一个灵体，咱是一个族身。所以本质伊是受造的物，是上帝的使者车使，要来传达上帝的话，要来执行上帝的旨意，受差遣来执行这个事。以色列人因认为天使是人甲人中间的一个中保媒介。为什么讲安尼呢？因为伊感觉以色列人认为上帝是非常尊荣、非常尊贵、荣耀。上帝甲人中间有真大的一个隔膜，人非常的卑微，人竟然这样卑微，所以呢，咱就不配，无多亲自来亲近上帝，亲近上帝，因为人无遐尼圣洁，上帝非常圣洁。所以上帝非常圣洁，伊嘛袂亲近人，安尼就对。所以这中间有一个真大的一个鸿沟吼。那所以必须要怎么办呢？要怎样呢？所以以色列人认为中间就有一个天使，这个天使呢，做咱中间的咱就一个中保，人透过天使甲上帝祈祷，甚至呢敬拜天使。所以伫犹太人的心目中呢，因无相信耶稣基督。因只有天使甲上帝，然后呢，天使是徛伫咱甲上帝中间，所以呢，敬拜上帝，这是当然是应该敬拜啊。但是这中间最好透过天使来敬拜，透过天使来祈祷，甚至敬拜天使。所以伫因的心目中，就是天使是非常美丽、尊贵、有能力的。希伯来书讲起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无敬拜天使，要来敬拜主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必须要互因了解到底主耶稣是甚么人。主耶稣基督伊的身份、伊的荣耀，比天使更较尊贵、更较荣耀。所以必须要改变这个观念。就咱共款，有真侪人，咱活伫这个世界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主，我无一定信伊，但是我希望我身边有尊一个天使，看天使比主耶稣更加重要。共款以色列人，因相信有上帝，上帝天选天使，这中间无耶稣基督，所以呢，因敬拜天使，因向天使来祈祷，因需要天使，因尊敬天使。伫这所在，那安尼时阵，咱敢有需要主耶稣基督，咱就敬拜天使就好啊！咱透过天使来打上帝祈祷就好啊。但伫这所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证明主耶稣基督比天使更较水，主耶稣基督伊的名比天使更较尊荣。所以，如果咱有主耶稣基督，咱就无需要守护天使啊，因为主耶稣基督伫咱身躯边，敢若三角同在。伊带互咱的是真实的平安。咱慢慢信任的天使，因为主耶稣基督，伊供应一切咱所需要福分，伫你生中间咱所需要一切物件。咱嘛无需要什么爱的小天使啊，然后拄着安尼小天使啊，在咱写钱啊，互咱彼此相听。因为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听，伊会安排咱的婚姻，安排咱的前途。当咱有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咱会当透过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来祈祷，毋免透过其他任何这天使做一个媒介。咱会当直接咱的天父上帝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伫这个所在，要讲起几项，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伊的尊名比天使还佫较尊贵？第一项。讲起主耶稣基督伊的身份的时阵，主耶稣基督伊是上帝的囝。讲到使者的时阵，伊就讲上帝
用风做伊的天使，用火焰做伊的车用。你这中间有一个差别，主耶稣基督是囝，天使是萝卜，受车用的。诗篇第2篇讲到：你是我的囝，我今日生你。罗马书第1章讲，主耶稣基督对四个肉，用大权能显明伊是上帝的囝。所以伫这个所在，囝甲萝卜是无法度比拼。伫一个人格中间，无论这个囝到底偌细，只要是出自主人，是做囝的，伊身份一定是比天使做萝卜的还佫较尊贵。囝要怎样甲萝卜相比拼呢？囝伊的身份比萝卜还佫较尊贵，较尊严。这是第一项。第二，上帝的囝就是神。所以希伯来书第1章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伊是上帝阳光所发出的光辉，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所以咱来看到日光的时候，咱就知日头伫迄个所在，因为这是一个合一的物件。所以是本体真相，所以毋是看一个影而已，伊是上帝本身的显明。伊甲上帝完全是合一，爸是上帝，上帝的囝嘛是神。所以，咱称为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爸上帝、圣囝上帝、圣神上帝，伊就是上帝本身来到这个地上。上帝无比的尊荣，主耶稣基督甲爸合一，伊是无比的尊荣，伊会当享受到上帝迄款的荣光。第三，伊要接受天使的敬拜，所以伫希伯来书第1章嘛讲到，所有的天使拢着敬拜伊。佮上帝差遣伊的大囝入世间的时阵，所有的天使拢着敬拜伊。伫启示录第5章就讲到，伫天顶地上、地下海里一切受造的物，宇宙中间一切受造的物，拢讲愿上赞、尊贵、荣光、权势，拢归乎坐宝座迄位甲羊羔。羊羔就是记到主耶稣基督，一切受造的物，天使既然也是受造的物，所以伊嘛是敬拜坐伫宝座上帝以及甲羊羔代代无尽。所以伫这所在讲到，要怎样来比拼这呢？受敬拜的人一定比敬拜的人更较尊贵、更较荣光，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迄个羊羔，伊接受天使的敬拜，也比敬拜伊的天使更较尊贵。接续伫希伯来书第1章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伊王权超过天使，伊是上帝用油所抹的君王。这个所在用油所抹，那是由圣神所充满的。所以伊伫天灵坐伫上帝的正边，伊是永远的君王。伊甲上帝伫天灵执掌王权，直到永远，伊的国度永远无穷无尽。伫天灵迄个所在，要看见启示录伫看见天灵迄个敬拜，上帝、羊羔，以及围内伫个四周围受属的百姓，以及所有正天使拢敬拜伊，伊是所受敬拜的中心。伫个所在，伊执掌王权无穷无尽。有一个汤恩比伊是非常有权威的历史学家，伊安尼讲人的历史吼，伊讲人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兴亡史，伊写一篇安尼罗马帝国兴亡史。伊就讲到这是人世间的历史的一个
一条线，这个线就是起起落落的线。这个国家兴起，这个国家衰微，然后有国家将这个衰搁起来兴起，搁将这个较衰微国家给将毁灭，然后这个国家搁成做一个帝国真强盛，然后搁慢慢行做衰微，然后搁有一个国家起来，就安尼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啦吼，这是整个世界历史。但是咱的上帝的国，无属伫世俗的国。上帝的国是无穷无尽的，无开始而无一个结束。无伫人类历史的这个循环中间，因为上帝超越这个人类的兴起衰微的历史，因为伊是决定万国的兴起甲衰微。伊是历史的决定者。上帝国是袂当震动的国，所以伊的王权是公平、公义、圣洁，直到永永远远。咱的最后所记着是甲上帝三重掌权的上帝。然后，这个掌权毋但是咱人类历史，嘛是一个宇宙中间整个伊所创造的宇宙万象有中间来掌权。伊所创造的包含天使。所以天使嘛是伫伊的管理的中间，管理者即种王权的，呢怎样会当甲受管理的比拼呢？所以伊的尊名、伊的尊严、荣耀、伊的王权超越受管理的天使。最后所记到的工作。超越天使。希伯来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14节特别讲到，伊的工作超越天使。第一，伊是万象有的创造者。伊个讲主啊，你伫起头甲地的地基，你伫起头甲地下地基。天嘛是你亲自所创造的，所以这是讲到最后所记到，伊参与就是上帝的创造的工作。毋但是宇宙万面咱看会到的，宇宙中间伫地上，咱地上的人类以及天使嘛是伊所创造的，所以伊是创造，咱是受被造，包括天使嘛是受造。万面拢靠伊来定着。伊创造这个天，伊用伊的大权能维持万象有的运作，到伫今仔日嘛是共款。所以有人讲起最后上帝创造这万象有了后，就互这自然律去运作，这个天地万象有，就替身，就稳重起来安尼。所以这不是大自然的规律安尼在运作。但圣经里面讲毋是安尼，到伫今仔日中间，伊创造了有缘，用伊的大权能、大规力托住万有，维持万象有的运行。万象有包括咱人类包括咱人所以感谢上帝，上帝的大权能毋但是宇宙管理宇宙万象有，伊嘛是管理咱即个人卑微的人，咱的生活。咱的气息，咱一切动作，拢是倚靠伊来定着。这是伫《使徒行传》迄个所在所讲，他从一本造出万有，然后我们生命气息也都因为他而存在。到底今仔日同款，所以伊用伊的权能规律扶持咱每一个人，供应咱每一工的需要，咱一生的事拢伫伊的手中来运行。伊是永远的得胜者，所以哥林多前书迄个所在讲到，因为耶稣基督要做王，直到上帝将所有的对敌放伫伊的骹头的，最后要毁灭的对敌就是死。所以主耶稣基督得胜，甚至赢过死神的一个权势。死咧是咱每一个人上无法度去克服的，因为每一个人拢伫死的权利中间。咱会当尽咱的气力
咱会当追求咱人生的目标，但是咱面对死的时阵，咱一切拢伫死亡宽恕中间，一切变做无。有一人去到一个所在非常水的所在，风光明媚，气候宜人。伊讲若生活伫这个所在可能非常好。所以咧感觉讲，我即马后半段人生要好好享受我的人生，踮伫这个所在，漂亮、美丽、温暖的所在。所以人问当地人讲，这个所在做好徛起。恁这个人吼，看咧大家拢是真安稳。但是我这么多年话有较济，请问恁这死亡率高不高啊？安尼吼。这人就来回答，伊讲我的爸母、我的阿叔阿伯，我的厝边隔壁真侪这亲友，伊拢活甲真老，袂歹。不过他们都死了。我即摆嘛年纪侪啊，我会甲因共款，有一天也会死在这里。所以这里的死亡率应该100%吧。这个讲到咱每一个人人生，无论是年纪啥物岁，无论是偌大的成就，无论你踮一所在偌尔水，但是有一个宽恕你无度赢过，到最后都爱是死安尼吼。那主耶稣基督来，伊讲，伊要降世做人，透过伊的十字架，要消灭将死权的魔鬼，要讨办遐因为惊死、精心做奴仆的人。死是人类上界大的一个对着，死也是咱所有成就上界大的毁灭者。所有成就伫死的面前，都完全绝望。死亡是人类上界大的对着，来耶稣基督，伊是永远得胜，伊要赢过死神的权势，互咱相信伊的人，卖当得到更活的权利。所以第三项，伊毋若赢过死神的权势，现在互上帝高升到伫天灵迄个所在，升天到上帝正边。伊已经赢过罪恶、死亡甲魔鬼权势，伫上帝正边，一方面为着咱祈祷，一方面甲上帝相同做官。伫天灵真做大这时，替咱来祈祷，也伫上帝正边，伫遐掌权做王。圣经里面讲到一项，伊管理天顶地狱的所有的权柄甲能力，直到对着做伊的骹头椅，那是讲到伊赢过魔鬼一切的权柄。最后，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超过天使，因为主耶稣基督伊来到这个世上。临动咱一切人的命运。伊比如说第二章讲到，坐伫宝座主耶稣基督，伊屈下家己，伊暂时比天使较卑微，因为伊正做人的游戏。就是咱今仔日圣诞节要所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当咱降生的时候，咱要看见一个婴仔，敢若真古锥。这个婴仔倒伫这个马座中间。咱要看见这个形象，但是咱必须要有这个概念。这个婴仔非常软弱的婴仔，非常卑微的婴仔，那是伫天灵尊荣的宝座的上帝亲自降临来到这个世上。伊伫天灵非常尊贵荣耀，但是现在伊暂时比天使较卑微。因为降生真做人，为着要认同人的苦难，各项代志甲咱人共款，真做人的优势，为着人担着死的滋味。大笔伊抬头看暗时的天，遐星光非常的水。更伫现在，咱较无大抬头看伫满天星空。伫装卡的时阵，也是去到偏僻的所在，你通看见星星。黑暗的天，但是有做这星星伫遐闪烁。
代表伊可能无像咱即摆有这种银河系的概念，啊，无什么黑洞啊、光年的概念，啊，我倒亲像微博望远镜，咱看起来非常非常清，无数我都数真正的清醒，但是伊嘛了解，宇宙是遐尼广阔，人相对是遐尼卑微。宇宙万物嘛是拢上帝所创造，伟大的上帝创造无穷尽的一个宇宙，上帝人是何等的卑微。所以对上帝有表达一种感恩，甲一种敬畏，讲人算什么？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你遐尼照顾，你互伊比天使搁较细，搁较低。但是你赐予伊阳光尊贵，最辉冠互伊大。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所创造的万物，你予伊有权柄支配这一切。这句话到底是咧讲什么？有人讲起就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比人更较卑微啊，暂时比天使较卑微。但是这段话，咱读的时嘛感觉这是对咱来讲，因为人算什么，世界人算什么，这是讲到咱人的卑微。所以这段话，咱是讲到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伊降世，真做人暂时比天使较卑微；但一方面嘛讲到咱人这个卑微。但是咱的本质毋是卑微，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阵，是要互咱尊荣，互咱阳光，咱能甲上帝照伊的形象所创造。但是今日主耶稣基督甲咱人，竟然拢暂时比天使更较卑微。上帝赐予人尊贵荣耀，而且有管理全地的权柄，但是人因为犯罪堕落败坏，和罪恶软弱捆绑，咱失去咱的喜乐甲愿望，到伫一个情形，咱只有顺探大自然来活，对不对？所以人若犯罪了后，上帝就对亚当讲：“你就爱干劳满面，你才会当对大自然得到你的物件来活。”要怎样去管理大地呢？你只有靠大地的大自然的物件来活。所以呢，人因为罪，就犯到非常卑微的情形，只有勉强来活。所以无什么尊荣，无什么荣耀来看。所以今日咱大家上班的时阵，拢是真艰苦过日。最近我甲一个姊妹讲，按早囝吼去到台积电，咱即马上课上我上个尊荣的一个工作。伊讲去一个月安尼哪做哪哭，可怜。伊伫遐上班的时阵，内底有一寡较资深的，对伊讲：好啦，咱即马放伊去食饭啦，安尼。几点？3点外，放伊去食饭啦。甲伊入去有一个谈判，伊讲。做伙去食饭的时候，对伊查某囝讲：“你是不是哭了？我看你的眼泪了，掉下。”对了，我哭了。你没有哭，但是讲甲伊做伙出来时，另外迄个讲：“你常常捡唔到路，行出拢捡唔到路，做到足艰苦安尼吼，行足艰苦，出来袂记咧路就对啊，落足甲戆去迄个感觉。”这是咱所做的工作，每一个人伫咱工作中间，拢是非常拍拼，无啥物尊荣，无啥物荣耀，拢是为着真劳碌，所以咱趁较侪钱嘛是共款吼，无迄个荣耀来看。希伯来书第2章讲到，主耶稣基督伊屈家家己，真做人任多人的苦难，真做人的样式，暂时比天使更较卑微。为什么？为着要完成救恩的工作，拯救咱遮捌伫爱莲乐园真尊贵荣耀一个身份，现在含乐比天使更较卑微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所在讲，主耶稣基督，伊就是咱救恩的元帅。元帅有几项工作，元帅是行伫头前的。所以希伯来书讲到，主耶稣基督伫咱人生所经过的境遇中间，耶稣拢经历过。
元帅，咱是讲到一项，伊比咱搁大声来经过人生所有一切这烦难，所以伊会当体贴咱，这是圣经第希伯来书所讲的。所以咱就好当来到伊的面前，伊体贴咱，知影咱，伊经验咱所经过的物件。元帅徛伫头前的时阵，伊嘛是负责咱人生所有的责任，供应咱一切需要，伫头前保护、看顾咱每一个人。所以希伯来书嘛讲到，咱就好当来到伊面前，要得到怜悯，要得到帮助。第三项，元帅伊徛伫头前，带咱的路上，咱嘛行伫后壁，缀伊的路，伊行过的路就是咱的路。救恩的元帅为着咱实在是袂个顶，所以讲咱每一个人嘛爱背十字架来跟对伊。主耶稣基督比天使更较尊贵，但是为着咱世间人的缘故，伊真做人的优势比天使更较卑微。但是完成救恩的工作了后，上帝上伊升做至高，然后拯救咱这卑微软弱的人，恢复咱应该有的荣耀甲尊贵，互咱这现在比天使更较卑微的人，有一天，咱要甲伊相同做王；有一天，咱要分享伊所享受互咱的尊严甲荣耀，来得到荣耀冠冕。所以，这是讲到咱的大工节，讲到咱的圣诞节。毋若是庆祝这种欢喜的日子，圣诞节若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伊原本比天使较尊贵荣耀，降落地上比天使较国家。圣诞节若是讲到，咱捌有这种身份、尊严甲荣耀，因为罪的关系，咱卑微比天使更较卑微。但是主耶稣基督来拯救咱。恢复咱的尊贵甲荣耀，而且将这种管理全地的权柄，佮享受予咱。这是圣诞节，这是圣诞节，所以咱就从咱的注目的眼神，看伫咱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做人的卑微这个世界。有时咱看圣诞节的时阵，看到真侪圣诞节、圣诞树。看到圣诞树下骹真侪礼物，看到圣诞老公公，看到天使，兄弟姊妹，咱所有的眼光现在，所有的焦点拢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卑微这个世界，伫马槽中间，玛利亚一生的世界，伊就是上帝荣耀上帝降生真做人。认同咱全人类的人。可能咱礼拜出去的时阵，咱小可或者头去看一迄个布，紫色的布，天顶的荣耀，卑微的主耶稣基督伫马槽，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救恩。咱伫上帝的眼光非常的宝贝，所以圣经内面讲到。上帝无救赎坠落的天使，只有救赎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因为信心，互上帝所拯救的人，而且差遣天使来服侍因。今日咱坐伫这个所在，但是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真做上帝百姓，真做上帝的儿女。然后有天使来服侍咱，主耶稣基督无比的荣光甲尊严，那是照上帝形象所做，也无比的荣甲身份。焦点是咱主耶稣基督，伊超越天使，甚至咱的身份受造，照上帝形象所受造的人，咱也超越天使，互上帝看做是珍贵、宝贝、
有一天也要得到上帝予咱的荣耀。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永远的君王，救恩的元帅。伊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较尊贵，比天使更较伟大。独独堪得咱献上敬拜，甲所有的听。咱三甲来祈祷。主，阮尊敬你的名，自你捌降世，真做人的样式。伫人来看，比天使更较卑微。主啊，但是阮认捌你，阮受启示知影，你是天顶的君王，真做人的样式。为着要认同人，真做阮救恩的元帅，要恢复阮的尊严，要恢复阮的荣耀，要恢复阮尊贵的身份。主啊，我的目睭对世上一切转向你，我的目睭对一切美好伟大的事转向你，因为你的水、你的尊贵、你的工作、你的荣耀超越一切，你无通比拼，独独你受阮的敬拜，接受阮一切对你的听。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信诗117首，河顶奇妙听堂，请遐这起立来吟全首。这时，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属献的同工。
阮三家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算啥物？你竟然差派你宝贝囝耶稣基督，真做人，甲阮共款，真做有血有肉的人。通过耶稣的死，毁灭迄个掌权死亡的魔鬼，透放阮因为死亡的惊吓，一心做奴才的人，真做上帝的囝儿。阮献上阮的奉献，愿你来降纳。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也这请坐。这是咱先请文静长老来报告。谢谢大家平安。还阁讲一遍，大家平安。加拿大人伫每年的10月第2礼拜拜过感恩的日，美国人伫11月第4礼拜拜4过感恩的日，咱台湾人呢，期待咱拢会当每一日拢过感恩的日。兄弟姊妹，咱敢知？咱伫教会服侍，咱伫教会奉献，拢是咱伫即个人生的河流中，咱拢滴落一滴水。这一滴水，成做河流。这个水流过的所在，就有青翠的草，充满希望，充满生命力。今仔日，咱大港第一主日，就是咱咧期待主耶稣降临，咱抱着一个愿望的心来行向新的日，期待主耶稣甲咱每一个人同在，互咱每一日拢会当过着感恩的日。今仔日，咱有一个新朋友，柯文宏兄弟。伊住伫东南街的所在，是通过洗手爱无限这个幸福小组来，咱欢迎伊柯文宏。伊年龄63岁，希望咱的少年团契的兄弟会当来继续来关心，来甲伊做伴。好，请坐。即阵我来报告咱教会事奉的消息吼。今仔日咱点到第1支的紫色的蜡烛，紫色是咧表示咱的反省甲悔改。今仔日伫教会迄个大港第一主日，主要是咧讲咱爱带着一个愿望来行向咱的未来，因为照着耶稣，咱是对罪恶、惊吓、甲死亡中被拯救。所以，希望兄弟姊妹中间，如果你若拄着艰苦的，有缘伫耶稣的内面，你会当得到迄个快乐。迄个2024年已经得要结束，所以咱的时间的报告甲决算。拢爱开始来进行，请每一个中日还是时间迄个编组等等，希望恁会当开始进行这个决算，还是时间计划甲迄个预算，会当伫2礼拜后12月15以前将迄个电子迄个档案会当交予预算干事来整理。咱今年合会较早，因为1月28号还29号个农历年26晓，安尼，所以咱今年的合会是1月22日的款19，毋是迄个9号的19啦但是是1月19日咱爱记哩所以咱财务组的关销，就是结销的日是12月29迄天。每一个团契，如果你有发生迄个费用的，
需要结算的，会当伫愈早愈好，愈早愈好。啊，你的奉献若还未到的，嘛毋好囥到12月29啦，吼，迄天安尼财务组会算到下晡暗时去，吼，算伤暗安尼辛苦因啦，吼。好，啊来，咱教会有若要进入第70年吼，明年69年，后年个70年啊，吼。啊，咱有若年久月深，咱每一个老残有蹲足者有诶无诶吼，嘿。啊，这有诶无诶，其实安尼顿无介好啦，吼，无介好。咱徛家内底，咱可能嘛拢会尽力做一个整理，吼。所以期待咱伫每一个楼层，譬如讲6楼，吼，你楼伫遐活动，啊，看到无好势诶所在，你个随手做整理，吼。咱开始来逐教会做一个迄个整理，吼。啊，希望咱诶同工会当。化被动为主动，吼，为主动，主动来斗相共，吼，主动来斗相共，吼，安尼。啊来，关怀组吼，咱公园教会长者健康促进活动，咱继续有1年啊，吼，过去有1年的活动啊，啊，马街便宜者因需要新的名册，因需要新的名册，因为过去1年内底有人。报名了来几遍啊，还佫无来啊！这对马街病院来讲，迄是因的困扰，吼，迄是因的困扰，因为因需要一个长期性的迄个观察来追踪咱这个士大人的健康的状态，所以因需要一个新的名册，所以咱需要新的报名，啊，这个迄个已经有准备迄个报名单，吼，你过去无报名的。你伫楼骹1楼招待桌遐会当摕到，吼！你若有意爱，65岁以上，啊，这个报名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报名了，期待你会使长期来出席，吼！毋好袂使有旷课啦，吼！袂使有旷课，吼！虽然旷课无迄个无扣钱，吼！啊，来遮公教会供应一粒便当，互咱食中昼，安尼，吼！啊，希望咱会当继续来报名。啊，过去1年有参与的，迄个有报名单内底直接写你的名的，迄你会使找玉山干事摕，吼。过去1年你有参与的，会使给。啊，这个活动的日期是每一个月的第2礼拜的拜5，吼。每一个月第2礼拜的拜5，希望这咱大家会当伫教会1楼65岁以上的兄弟。无报名的，赶紧来报名吼！啊，若有报名的，请会当继续 ，OK？ 好，愿上帝祝福大家。这是我来报告，迄门徒培育组吼有举办一个婚姻成长的读册会，啊，伊是要透过咱来学习吼。咱来领受上帝创造咱婚姻合意的即个美好的礼物，所以咱也有意愿伫婚姻中间来成长的兄弟，拢会当来参加。伊是阮明年开始吼，一个月有2届，拢总有8摆安尼，请兄弟会当来参加。过来咱运动真幸福小组吼，因今仔日下晡1点要来出游，咱嘛就是信心会当甲因同在，来帮助因，就是出入平安。搁有咱圣经新竹圣经学院，咱伫12月14号早起10点到下晡4点，有一个就是圣诞市集。啊，咱公教会有赞助咱粉彩 DIY 甲巧克力 DIY， 请兄弟会当踊跃参加。搁有咱2025年的月历已经开始来发放，咱会使伫1楼登记，那1号来领受1份安尼。搁咱圣诞节期的活动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啊！那时间拢伫下骹来，咱家己来参考。
就是咱会使邀请咱厝边隔壁的好朋友来参加咱公教会圣诞的一寡活动。搁有咱即礼拜拜六，早起10点半，伫教会2楼有办神机祷告会吼，咱就是透过主日学的父母，伊来带领咱的囡仔来做伙来学习，来寻求耶稣，会当互信心来浇灌咱的性命。所以咱嘛欢迎咱主日学的父母会当，就是来带咱的囡仔做伙来参加。好，这时请咱来用上音的诗，信息41首，请来，姨妈瑞丽，咱要唱第1节、第3节，甲第4节。吟诗煞，咱来请牧师祝祷，请兄弟起立来吟全首。以色列历经来临，你是属上帝教阮三甲同在，你带来救恩，真做阮救恩的大元帅，要带阮出死亡入地，出伫黑暗入伫光，出伫死亡入伫永活。主，阮感谢你，因为圣诞节的这期就是庆祝你的诞生，互阮入捌主耶稣基督，入捌为着阮来。你失去你的尊贵，主你暂时比天使较卑微，甲人共款。主啊，你完成救恩，现在你伫上帝正边，你有尊贵荣耀，因为你原本比天使更加水，更加尊贵。但愿你伫众人中间受着阮一切荣耀、甲尊重、甲敬拜。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谈，信心。信心、愿望、平安甲喜乐，透过主耶稣的救恩，临到伫个咱众人，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